疫情的境界来放宽，台北大稻埕的情人节准备10月16号要恢复来举办。这个来放着8分钟的烟火，要陪伴民众过一个万来的出色的情人节。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台北市是采取着预约制，会来抽出着1500个名额，一个人抽着会当2个人参加。 烟火表演大家爱看，永年拢伫7月前后举办的大稻埕情人节，即摆因为疫情关系延到16举行。毋但有为入选占派组顶有5组艺人表演，更加有前后8分钟的烟火表演，要民众欣赏。周边有捷运北门、中山、双连及大桥头站，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。 为了好活动会使顺利进行，台北市嘛伫迄一暝为6点到11点实施交通管制，边仔无提供停车位。 为了防疫，台北市嘛，干那好1500人伫线顶溜口啊溜着才会入场。中签的人一个人会使带一个人。台北市政府将会实施严格管制措施。希望大家进场的时候是一起进场，我们不希望说民众你一个人进场，然后还要在时间内再去外面带另外一个人。我们当天是蛮严格的限制，是1人同行，2人进场。如果你有带到小朋友来，那我们可能会非常婉拒的跟您说，那不好意思。 另外，使入场的民众，台北市嘛加送一袋野餐竹啊，不过提醒讲时到伫场内袂使食物件，会使坐伫涂骹。啊，若袂使入场的民众，台北市嘛介绍包括北门等等，会使看烟火景点，以及提供线顶的直播，好大家毋免去到现场，甲人咧客来客去，嘛会使过一个较晏到，不过游玩精彩的情人节。